继续关心政治，来看国民党主席选举，候选人霍荣斌今仔日去台中争取罗秀燕支持。罗志强嘛伫咧台中和基层党员做谈救票。另外，总统专台孙港来到苗栗，苗栗县长郑东锦提起财政压力，是得到正面的回应。总统讲，袂甲苗栗县当做外人。 斗阵地点来食米糕，国民党主席参选人何荣斌之一特别到台中拜访市长罗秀燕，因为罗秀燕旧在党内抗战参选党主席，那是何荣斌争取支持的对象。20也到婚姻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合体，韩国瑜一句心想事成，胜过千言万语。我做党主席，未来党务的运作以及党务的协助，我也需要他的帮忙。可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，韩院长昨天他一句话。 心想事成，我想已经胜过千言万语。参加中国青西总会理监事联席会议，何荣斌也甲苏门学校总校长张家忠、阿秋弟义互相加油。对另外一位参选人前中法院长窦碧元，因为无受邀请参加20日媒体举办的辩论会，到场抗议。何荣斌甲张家忠拢认为应该和所有参选人共同表达理念。对于一个参选者来讲，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有。 更多的人来一起参加，大家共同的讨论。因为其实电视辩论会它不只是一个权利，其实也是一个责任啊，不管是卢秀燕司长啊，或者是韩国瑜院长，或者是其他党内先进前辈，本来就一直在进行当中啦。 那只要确定之后的话，就会跟大家来说明。罗志强在台中参加市长座谈，争取基层党员的支持，强调也拜会罗秀燕、韩国瑜等党内前辈。 总统赖清德到苗栗到分区移民票参加甲变活动，佮拜拜祈福。苗栗县长郑东锦也到场，佮向赖总统讲到苗栗县的财政压力，希望政府协助。赖清德唔拿正面回应，也详细讲到苗栗的施政内容。我也没有把苗栗县当外人哦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苗栗县的大家长、钟县长，把国民党无党籍啊，甚至有民众党嘛，还有民进党。 通通都看作一家人。罢免结束了后，赖清德展开专台巡港听民意，20到苗栗，郑东锦专程陪伴。赖清德学到客家精神，也呼吁中央地方无分党派共同建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